美国总统川普昨表示讲拜一会来召开甲暴力犯罪相关的记者会，准备要甲华府有名甲罪犯拢关起来。也毋过相关的法律是爱个厘清。民主党的华府特区的市长鲍赛是提出数据，指出讲华府的犯罪率甲去年比起来无增加，颠倒是减少的。 伫北京外口会当看到美国总统川普车走伫内底甲人讲话，外口当有工作人员咧清理外壁。川普若讲话，若一直向外口看。虽然民主党籍的华府特区市长鲍赛提出数据，2025年前7个月的华府暴力犯罪比去年同期降26%，整体犯罪率降大约7%，强调保证犯罪无增加。 川普迄日伫真实社群答问，游民爱随搬走，阮会互你所在大，也毋过爱离开首都。罪犯你毋免搬走，阮会将你送入你应该去的监狱。表示华盛顿特区的改变真紧就会发生，因为伊会将注意力放伫首都的犯罪问题上。北京拒绝解释，川普是用倒一条法律将人民赶出特区。这位共和党总统伫华府接管着联邦土地甲建筑。川普表示，会伫在121召开记者会，阻止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。目前也无清楚到时阵伊敢是会公布更较侪驱逐的计划细节。 华府特区市长鲍赛表示，特区并无出现犯罪潮，强调确实伫2023年捌出现过犯罪案件增加情况，不过过去2年努力已经互暴力事件降到30年来上低。 佮表示，几礼拜前伊到华府伫川普的办公室会面了后，川普真清楚这日市甲联邦执法单位的合作情况。一名北京官员在礼拜5表示，这位川普政府少年的幕僚遭到暴力袭击，互川普真生气，所以伫特区部署更较侪联邦执法人员。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。